这有点斜了，感觉把包包放地上。那高峰都高了。一起做嘛。那个小朋友爬地下的。是那个小朋友，我以为是不讲模的，不是，不讲模的大一点，这个小一些。嘿嘿嘿，这跑那么快干嘛呀？哎呀，这太高了。曲珍来了，输了，拉姆尔，拉姆啊。
韩语，韩语，韩语，什么？你都不买？才这边就回来了，哥哥，好快哦！好，来下来。在直播，在啊。哦也可以，也可以。关闭一下了。啊，你的直播哈，你的手机号儿是吧？相机是吧？怎么办呢？这个。lagi penyemapulakan Soja kini membasal Kincang itu melodina Tak lagi berketika丽丽嘛。
星期二没有金刚经。时间。下来吧，下来。哎，你在直播啊？哦，看了。这个。看丽丽啊，丽丽在这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我发了。这个摇一摇在这里。
哎，这里有个孩子呢。
这个赖望村停不下来哦。这个是哎，丽丽。丽丽和那个小朋友，对，昨天晚上也来过，不知道场名字。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对啊，你们看丽丽在跳那个，啊，一转，慢慢转过来的。对啊，现在越跳越好啊，真的。这个叫沙，这个叫啥？
原定上马志，原定上马志，名字叫原定上马志。哎，不是，五杯美酒，这个搞错了，名字叫五杯美酒。哎，曲嘴儿，这两个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没拍。有点哇，柚子都干掉了。这个小朋友和两个在跳，去这儿。这个丽丽，还有一个小朋友。马没有喽。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今天回来吗？昨天啊。过来，还有狗狗，那狗狗在这儿，不去，来。这儿不去啊，等会儿。
有的有。翁博啊，翁博没来吗？今天没来。我没看到你看到。没来，就是今天没来。他有可能晚一点来，他一般8点40、8点20、8点半左右。昨晚上我过来我没看到。哦，他有可能有事吧，因为他不一直没要求，没跟必须来，有事就不来了。就这个好听。跳。这是什么嘛？谢谢老师，情人节快乐！这是气球啊！啊，气球啊！气球吗？啊，我刷了你搁这手机。把背包给包给。加的那个是吧？书包这个书包。
谢谢永吉老师，谢谢。这个是巧克力，巧克力。有点光，有点强。拍他们吧。这。哇塞，差点掉了。Tu vas pas? Tu vas pas? 这首啊。这拥挤的。啊，对啊，这新的新的。
这是给谁送花嘛？给谁送花了？送礼物吗？看这边。这送的什么东西？送的花呀，这送的花呀，小的盆栽。哦，真的。小的盆栽，就是啊，哎，什么情况？我在加水了。有点二这个，不深那个东西放一下，下来嘛，再说。手机，这叫手机的。哎，这边，慢慢来，这边。不是
我有啊。啊，地上的你们有，你们拿吧，你们拿吃吧。没事儿，他们掉了，他们跳舞掉了，啊，走了。
他现在抽，他前面狗狗，狗狗哪有狗狗啊？哪儿？去交朋友。我弟弟来了。啊，哪个？我弟弟。那个戴帽子的吗？不是，待会儿给你看。这儿拿我的相机的那个，拿我的相机。哦，那个背包包。在那儿。啊，我亲弟弟。亲弟弟，他小几岁？他在跑越野车。啊？他跑越野车。越野车。啊，对。他小几岁嘛？啊，他比我小3岁。3岁啊。对。叫什么呢？怎么称呼呢？欧洲江错。欧洲江错。欧洲江错。叫欧洲啊？非洲欧洲。非洲欧洲。非洲欧洲的欧洲。确实。哦。欧洲江错，一般叫江错就可以了。江错就可以了。啊。你们吃。要抱嘛？抱着就好。抱了哈。不然他要那个。哎，来给我。哎。前面，在休息。好了哟。你好。你想把手机取了，放另外一个直播那个手机，这个手机不行。没事，我把那个，我把举太紧了。这边。上哪个嘛？带中的吗？带中。找不着。这新的哦。不会。这个在这里。是。
来，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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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冲！给戴总送的鲜花，就在旁边，我不知道这个是送湿巾纸。不知道要不要湿巾纸？这一堆哟，带了一包。哎好。我想拍你们走出来，想一下。是你们家吗？不对啊，是他。这个好可爱，是不是？哈哈，说话了。我对动物印象很敏感的。他什么动物的阿姨？老师带着黄色哈达的那种用具，老师吧，黄色哈达的。好的，这个用具老师昨天晚上回来的嘛，应该是谢谢阿辉啊，谢谢啊，家人们我们。他过来。拿出来帮我们解说。我拿出来，哎，跑哪去了？曲嘴来了，拿出还有丽丽，我丽丽我拍了一些，然后你们在镜头应该没看到我，我都是在拍单独的。千万不要过去，那边有个狗狗，那边有个狗狗。哎。这是今天送花的比较多。怎么？老板你怎么？去看一下张小雨的网。今天送花的比较多，你看嘛。今儿有给那个，拉错，还有，这送花的有3个、4个。这边还有送那种花的，小的那种，装饰的，一小杯那种，就是活的嘛，浇水那种花。还有送鲜花的那种，有3个。老板过来。这永贞感冒了没来，公布也没来。全是10万，他戴了帽子，帽子给那个了，给张小璐了。没电了，这包包里面的口啊。永吉老师刚刚送了巧克力那些。上了一大堆哟，一大盒巧克力，装到包包里面了，没拿我揣到包包，我揣到裤子里面的话，温度太高了，等一下就化了。我装在那个包包里面。我以为是送的水果，其实是巧克力。太亮了。
真翁木也没来呀，今天。我只会说成都话，听不懂就算了噻。雍正今天感冒了哈，然后翁母也没来，还有举头。没来的比较多，今天应该明天就热闹些，明天星期三，明天穿队服好看一些。明天温度比较低，比今天低2度。明天肯定应该时间比较长，但是应该有那个成都赛马。昨天晚上有，今天晚上应该没得。就是王青跳的那个义舞，嘿嘿，前面狗狗还要去。相机温度过高了，这个还是看男的跳的最好，动作很快。他那边炒面包，要不就拿我这边有水。花围绕线里面有狗狗，他要去看那个狗狗。这边来。哎呀，丽丽他们跑哪儿去了？丽丽没看到了呢。哎，在这儿，噻。还拉姆娃没看到呢。还有15分钟。我才认不到了。不是直播没有啊，永吉给我们送巧克力，是永吉送巧克力，不是直播间送巧克力。这小朋友吧，小朋友送的比较多，还有就他们跳舞的，团队以外的，永吉送的比较多。戴宗，我第一次看到他们说跟那个戴宗送鲜花。给那个礼堂做马的也有几次，1、2次，去真的比较多，还最多拉错啊，送花送比较多。永吉就不说了噻。这几个小朋友跳的比较可以，他们几个月3、4月、5月份都来跳过，只是时间没那么长。
绕过去吧，那儿有个那个包。跑！哇，它要前面有狗狗，那儿有一只母狗狗，前面有一只狗，前面有一只狗狗，那一只小狗，黑色的，在哪儿嘛？看没？这个好像是母的，对吧？这个是公狗，那个是母狗，哎，那个是母狗。什么情况？这儿温度过高呢？才撇了1个多小时，又出来温度过高。刚才走出来，咱们不要跑哈，到了就好，不要跑。扎西拉布这条圣地来。
色衣服就是拿错啊，拿错噻，1376，代号要后面加个1376，就拿错。说前面那个，哎，好，要跳吗？我去跳啊。对，我估计就要跳。我会跳。哎，对。这3个跳得好。他去跳去。你看他们跳，男生的幅度很宽的，基本上整个场地1/2吧，就可以跳，随便跳，女的不行。女的跑动那些不行，她穿裙子嘛，穿的裙子服装就受限了。男的随便跳，有时间跳到比较翻的话，一般都跑到对面去了。以前我拍的时候，男的拍了很多，然后他们说你拍全是拍男的，全拍男的，女的不都拍。后面我就拍女的，他就说女的拍太多，男的不拍，后面就是一半一半的拍了。这种情况今天不会跳那个成都赛马那些。今天应该晚一点点，晚个几分钟左右，一般在9点35啊、40啊。现在8点钟过来的人都比较少了，现在跳舞的比较少，因为比较热嘛，这个天。等我开拥挤再跳呗，还是看男的嘛，这个我跳男的好看一些。我相机收不到这么多人，手机直播还可以，一下可以收10个，相机只能收个5个左右。今天还可以，今天31度，还可以吧？明天30，明天29左右。明天星期三还可以。明天星期三的话，刚刚穿队服的话还没这么热。昨天他们穿了嘛，有个别的穿了。昨天就王清他们穿了，拉错穿了，拉错也不是穿嘛，拉错是穿的那个深红色的那个衣服。那曲桌也跑不下去。不要跳，不要跳，不要跳啊！嘿嘿。这个要第2次吧，这个换第2次吧，或者也可以跳过来。小的现在都很专业了，晓得哪些歌曲第2次了。有些歌你打天上下去跳一下才行噻。以后可以跳，因为每天都是放那些自己在家里面可以，在家里面都可以，在家里面都可以的。就是为还没跳，我想跟那个科长差不多，还没跳。科长也是跳舞的，只是别。慢慢来，要跳一下，人家全部。就全部在跳嘎，全部昨天跳的。先是跳，后头才能骑。哦。没有。还曲桌也去那边了吗？你那个人不晓得哪儿去了，我给撇了一个曲子儿，他就不在了，曲子儿就。他昨天回来的。昨天是可能我估计是给那个人买的一样的衣服，给那个拉扯昨天穿。他穿了一个颜色一样的嘛，嗯。他们来练，他不是练1就出不那些。可以，这是来跳的。跳什么？可以。这个第2次哦。还换歌，换另外一首。王清不想跳这个。当，对呀。这个还好听，还可以。
哎呦，哎，有石金子吗？羌塘战国这个是，它有版本不一样，有新的有旧的，有那个2023最新的版本，那个有些版本有一个版本是9分钟左右吧，一般正常的4到5分钟左右。有一个唱的是2022的吧，2023的，2022的那个版本9分20秒，那个好像有版权，这个没有。现在人要少一点点喽，跳人少一点点。许真 ，hello， 你手机找不到了吗？啊，太多直播手机都分不清楚。全是直播的手机。哎，对，黑牛那嘛。扎西拉伯有事儿，我那个在找朋友现在。哎，不行，你们直播间没事吧？出去。没事，随便。南部有，你说南部娃吗？南部娃今天没来哦。哎，我看一下，应该来了吧？没来。哪个？直接在那儿看好知道吗？知道。我知道。知道看不出来是谁。这个是谁吧？这个是谁？真事儿，真事儿。哎，真事儿跑过来了，在横街那个哈基达娃和那个杨金兰博，还有舟山兰博。哎，他们收了吗？这么快啊？9点20就过来了。哦，9点半，他们。有时间9点多就收，有些9点15，正常的话9点半。你们那个几点钟收的啊？9点半吧，9点20。音响烂了。啊？那边啊？没跳吗？音响坏了。哦，音响坏了。这两天没跳。等会儿去切我。好热，全身湿完了。怎么收了吗？收了。哦，9点20、9点32收了，我去阳宫了。去阳宫，现在人少一点了，它有点热嘛，那个温度。看了哇，温度
我相机都一直在报高温预警。真的。每天都来的，真的是。他连关注都没有关注。明天见，明天更热闹一些啊！明天星期三，每个星期三穿队服，还有其他的节目。还取证，嘿。你今晚上夜班吗？今天上班吗？我不上夜班，我后天上夜班。哦，明天刚刚错，明天穿我休息。对啊，明天穿队服嘛。明天比较热闹。扎西拉普和那个现在怎么说，在玩，在耍朋友，谈朋友嘛，谈恋爱嘛。那这边那边横街武侯祠横街那个音响坏了。哎，等下他走了吗？真事儿走了吗？等会儿说去青阳宫那边拍一下，去不去青阳宫？一会儿去吧，去吧。等会儿我们一起去嘛，车就在旁边了，一起来了。不装了，你好的是。关灯了。关灯了，你又去青阳宫，这里成都吗？啊，在播在哪里？这边是直播，这边是我拍下来重新剪，剪下来重新剪。